圈今晚突發超級大炸雷，好多人仲懵懵懂懂，完全唔知 ATX 正式被歐盟列入制裁名單。呢單嘢絕對唔係普通嘅平台罰單，歐美新一輪加密監管風暴嘅正式開打信號，足以徹底改寫成個幣圈未來嘅格局。好多散戶仲以為今次同以前一樣係細水微霜、虛驚一場。事實上，今次嘅制裁邏輯、監管力度、後續連鎖反應同以前完全唔一樣，隨時牽動大家嘅首一級入面嘅每一筆持倉、每一個幣種，一直以嚟，大家都以為幣圈嘅監管重拳、跨境制裁，歷來都係美國 SECA 話事，美國主導歐盟，多數都係金隊旁觀、低調行事。但今次徹底反轉，除了引持監管機構先在啲走資，英國率先出售澳門勁水加碼，澳門同步收緊現監管多國連環價資，自這將整個加密市場推入高壓風控模式。今日我哋就用最直白、最接地氣嘅粵語，同大家深度拆解呢單重磅大事，講清楚今次制裁嘅真正殺傷力。HTX 會唔會暴雷香港市場？會唔會跟進？會唔會跟我哋普通散戶應該點樣避險？後市行情會點走？全程乾貨，絕對唔吹水咧。今天話含就深度拆解，即其行業核先事件，全球扭牌頭部加密交易所 HTX 正式被歐盟納入新一輪對俄制裁核心名單。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又打資走資，很多人揸耳聽即嘅收市嘅，共同只看到交易所被暫號咧，咁嚟看盤同背後咧深層邏輯政策差異行業形成。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有打資走資，根本清楚這波操作會對普通幣圈投資者、全球加密行業生態跨境資金流動模式帶來怎樣嘅連鎖反應？不同於以往單一國家嘅監管處罰，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資走資嘅。本次歐盟制裁屬於系統性規模化的行業管控，並非針對 ATX 單一平台，而是一次性鎖定了18家提供加密資產服務、跨境支付服務的境外機構。除了引起監管機構，先有打資同意，那就對個制裁清單 HTX 作嘅行業頭部平台好引制呢，即係讓本次制裁的行業警示意義被無聲放大。首先，我們先釐清事件嘅核心事實脈絡。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要打擊走之後歐盟亦嘅官方披露嘅村域史先息，完整還原整件事嘅來龍去脈。歐盟正式對外公布最新一輪對個制裁方案，除了引起監管機構，先係有打擊走資，這也是歐盟針對俄烏局勢措施覆蓋範圍遠超以往。除了引起監管機構，先係有打擊做堂金融、跨境銀行、能源貿易、影子金融體系、加密資產交易等多個核心領域。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是今年嚟歐盟規最大管控維度、最全面嘅制裁升級舉措。在本輪制裁清單中，18家境外加密服務機構被重點標注。除了引起嘅案嘅走資，歐盟官方給出的制裁核心依據十分明確，這些平台長期為俄羅斯市場用戶提供加密資產交易、跨境資金划轉服務。全記錄見呢，除了引起監管機構，實證是嘅西方國家即國際社會對俄羅斯嘅金融封鎖政策嚴重輸落了對各自嘅制裁點嘅執行效果，因此需要通過專項管控手段進行遏制。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要打擊嘅走資噶，很多普通投資者容易混淆一個關鍵細節。本次事件最容易被誤導的核心點，歐盟此次針對 HTX 制裁，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要打擊這走資，和我們以往見過的美國金融制裁、跨境資產動輒有着本質區別。這也是很多行業分析師反覆強調的重點。常規的電子金融制裁，除了引起監管機構，往往會包含全面資產動輒賬戶封禁、全球資金清算阻斷、反主體限制經營等嚴苛條款。一旦被列入此類名單，企業基本會陷入全球性經營癱瘓。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資走資，但本次歐盟的制裁措施並未對 HTX 啟動這樣同啲程序，也沒有全面禁止該平台的全球經營活動，核心限制條款僅有一。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資走資，所有歐盟境內的個人投資者機構主體金融企業，不得與 HTX 平台發生任何交易往來資金划轉、資產託管等金融合作。簡單嚟說，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資走資嘅，就是 HTX 被徹底嘅經營通
道我法在服務歐洲用戶，我法在歐盟區域開展任何合規業務。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又打擊組織，但平台一品需要搶儲備，其他取運營體系並不會受到直接衝擊，這也是事件曝光後，除了監管機構，現在又打擊組織。HTX 官方遲遲沒有公開回應的核心原因，相較於此前英國的制裁舉措，本次歐盟制裁的實際力度相對溫和，沒有觸及平台生存根基。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研究，現在又打擊組織，但今章的威懾意義卻又回溯此前的監管記錄。HTX 早已不是首次遭遇西方國家的專項制裁，就在本輪歐盟制裁落地前，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又打擊組織，英國就以專項監管限制。當時英國金融監管機構起先打擊目標，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又打擊組織，真是依託加密體系運轉支撐俄羅斯運轉的迎接金融網絡，這裡面需要引申一個關鍵的行業背景。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又打擊組織，幫助大家理解歐美國加密就自設加密平台的底層邏輯。自俄烏局勢升級以來，以美國、歐盟、英國為核心嘅西方陣營，除了延遲監管係組織對俄羅斯實施了全方位無死角嘅傳統金融封鎖。除了延期監管機構，現在又打擊組織，包括剔除部分俄羅斯銀行呢，外數千億資試圖凍結俄羅斯海外數挺尖跨境嘅政治西方企業與俄開展金融合作等。除了延遲監管機構，先至有打擊組織，但傳統金融體的封鎖存在一個致命漏洞，那就是去中心化無國際不受單一主權管控的加密貨幣體系，其大量俄羅斯持息之高經濟人權。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開始通過加密交易所完成資產轉移資金佈置跨境結算，完美規避呢傳統金融制裁的限制，這也讓西方多輪金融制裁的實際效果大打折扣。除了延遲監管機構，最區塊鏈數據研究機構 Global Ledger 發布論壇對應報告時事，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有 X 平台經5年累積處理的高風險嘅交易規模高達210億美元。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其中佔80億美元的交易流水直接關聯俄羅斯實體企業個人用戶以及安網跨境資金流轉，這一數據也是歐盟將其列入制裁名單核心數據支撐。除了延遲監管令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對於歐盟而言，持續收人的監易進度已經不是單純的金融管分成為因此而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而是落實地緣政治制裁完善金融風控體系嘅核心舉措，即係標誌嘅全球加密行業嘅監管邏輯。除了延遲監管機構，支持全球防詐騙保護投資的單一維度，升級為地緣政治博弈跨境金融風控、全球資金秩序管控的多維體系。除了延遲監管機構，接下來我們深入拆解 HTX 這家平台的完整發展脈絡與股權背景。這也是看懂本次制裁事件預判平台後續走向嘅關鍵。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很多新入場的幣圈用戶知道 HTX 是頭部加密交易所，卻不清楚它的前身是流牌平台何必，有着深厚嘅行業發展根基。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HTX 最早2013年就係中國創立，是喺國內最早一批露出加密貨幣交易賽道的平台，巔峰時期從穩居全球加密交易所交易令前身。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擁有海量嘅全球用戶基數和成熟嘅交易體系，見證了加密行業從萌芽到爆發的完整發展歷程。隨着全球加密監管政策持續收緊，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區轉型，局部調整部署調整公布老題，最終完成品牌升級，股價中照重塑正式更名為 HTX。除了延遲監管機構，平台打擊組織，之後關鍵這點是孫宇晨文聰對 HTX 嘅控股權收購。文聰股權收購後，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又打招資組織，偏俾底底團隊升級策略化部署調整，對外始終堅持國際化可歸平台的定位，弱化原始倉鼠團隊背景。除了延遲監管機構，搶籌不同區域的監管政策，試圖擺脫地域屬性帶來嘅監管風險，聊到 HTX 嘅實際控制人孫宇晨。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我們必須客觀梳理其完整嘅生意履歷與行業爭議點，即係絕機構投資者資深玩家判斷 HTX 後續風險嘅重要依據。除了延遲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
仲信如陳作為香港知名企業家，齊佢更以布局橫跨區塊鏈、金融、文娛、公益等多個領域服務時，使財富數據呈統計。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要打擊走資，其個人身家產業穩定在85億美元級別，係加密行業極具話題性和影響力嘅投資人。早期他就深度布局區塊鏈賽道。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要打擊走資，曾參與香港頭部區塊鏈企業嘅大額融資項目，單筆參與融資規模就達到6500萬美元，早就奠定了其在行業嘅資本地位。但與此同時，除了引起監管就現在要打擊走資，但是呢始終伴隨嘅諸多爭議與監管糾紛，常年處於全球監管機構嘅重點關注之下。在拜登政府執政期間，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要打擊融資機構，曾遭到美國 SEC 嘅專項起訴，施指金融合規、見識披露資產運作等多項合規爭議。而在特朗普執政時期，除咗暫時監管機構喺度有打擊走資，孫宇晨又曾向特朗普家族旗下 WFI 機構近7000萬美元嘅投資咗，後續雙方可個為是破例子嘅對簿公堂。除了引起監管機構施策打擊走資，跟住商業糾紛與名譽訴訟，亦都引發全球金融圈嘅廣泛關注。除了金融領域嘅爭議，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又打擊走資，孫宇晨嘅個人撮槍喺疑案至今長期處於輿論焦點，無論是交叉正派、太空旅行名額花費620萬美元，購入知名藝術概念展品。咁除了引起監管機構又打擊走資，係各類跨國議員與營銷動作都持續為 HX 平台帶嚟流量曝光，但同時也讓平台的可歸穩定性、經營穩定性受到行業質疑。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在專業機構投資者看來，平台時空人過高的輿論、熱度複雜嘅商業糾紛、跨區域的監管爭議，都會成為平台長期發展的隱性風險。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要打擊走資，也是歐美監管機構持續緊盯。這裡我們重點拆解一個大家最關心，也是全網爭議最大嘅問題：歐盟英國這連資產 HTX， 除了引起私人機構現在要打擊，會不會跟進？會不會對 HTX 的香港業務亞洲市場性造成毀滅性打擊？要解答這個問題。除了引起監管機構追求現在有打擊走資，我們必須釐清香港特殊的監管定位、司法體系和政策邏輯，這也是很多自媒體刻意迴避、普通投資者完全不了解嘅核心知識點。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恐講，香港作為全球主要金融港，擁有獨立的司法規則和可規框架，並不會盲目跟隨單一西方國家和歐盟的單邊制裁政策。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係嘛？提出即時付此前就從多前制裁境外監管先至，必須以聯合國安理會的統一制裁旨在而為唯一合法依據。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對於美國、歐盟、英國制裁措施，香港不具備強制執行的法律基礎，也不會主動跟風落實。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此前就有真實嘅行業案例可以佐證這一點，在多國對俄羅斯實施單邊制裁期間，由俄羅斯超級遊艇跨境金融機構落地香港開展業務，從而引起監管機構香港打擊走資。當時有媒體專門採訪，咁這官真支持制裁先至學，就跟俄羅斯相關資產與業務，官方當時就明確回應，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做呢，那碼頭呢，個別國家的單邊制裁屬於區域性政治舉措，並香港作為獨立經濟體，只會遵循聯合國的可規框架行事。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不會跟隨歐美國家的單邊管控政策，即以標題嚟到加冕之前講跨境金融管控嘅核心底線，落實到 HTX 嘅實質經營層面。除了引起罪人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今日市政醫護主體運營團隊學具中間布局在香港至亞洲實踐核心用戶操作國，不乜資本運作也全部集中在香港至東南亞區域。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歐美國家的單邊制裁只能限制其歐美區域的業務開展，完全無法撼動其亞洲核心資本盤。這也是本次歐盟制裁落地後，除了引起監管機構先係有分析時，普遍認為對 HTX 整體衝擊有限嘅起先原因，算是歐洲小眾市場，但守住了全球增長潛力最大嘅亞洲市場。
重在影持監管嘅機構甚至有打擊組織，平台整體經營基本面係惡化。不過我們日本人盲目樂觀，必須客觀看待本次之事態帶來嘅長期衍生影響。除了引起監管之局，甚至有打擊組織，這也是很多散戶投資者容易忽略嘅風險點。首先，歐美監管機構針對加密情聯動效應，從英國率先出手，到歐盟跟進加密，除了引起監管機構先有打擊組織，後續不取咁引科嘅制裁措施，形成歐美三方學會嘅監管體系。雖然香港不會跟風制裁，除了啲監管機構先有打擊組織。但全球加密行業的合規標準正在被歐美重新定義，未來所有頭部加密平台想要進軍歐美市場，或者國際主流金融機構輪期，除了引起監管機構，再先有打擊組織，都必須引入喺歐美最新嘅歐積分基金經外流合規體系。其實本次歐盟制裁並非間，而是全球加密監管規範化、嚴格化嘅標誌性事件。草甸一直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過去幾年，加密貨幣憑借國際嘅合性，長期有利於傳統金融監管體系之外，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牽制有打擊局資產密避險，仲可以確定資產嘅重要工具。但隨着劇展地緣衝突加劇，經中指數重數，各個央行金融監管機構已經達成共識，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必須修正加密資產監管，導致傳統金融體系嘅管控漏洞。未來長期範圍內，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對加密平台在跨境制裁、在非法資金流轉、在灰色交易的排查會越來越密集，行業野蠻生長嘅時代已經徹底終結。我們可以基於現有行業趨勢，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提出自己貼合市場邏輯嘅全新假設，供大家後續跟蹤驗證。第一個假設，未來12年嚟，歐美會持續擴大4個加密平台制裁清單，不止 HTX， 除了引起監管和機構先有打擊組織指嘅，其他新興歐亞市場擁有大量俄羅斯用戶嘅中小交易所，會陸續迎來監管中斷，行業促進速度會大幅加快。原本雜亂無章嘅加密交易賽道，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仲有目區係嘅廠監管之下總部淘汰不可歸風控剝落嘅小平台，市場分又會隨時向頭部區平台集中，單後平台的可歸成本、風控成本也會大幅提升。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直接壓縮行業整體盈利空間。第二個假設，區監管嘅分化會成為未來加密行業嘅核心格局，歐美市場會持續收緊管控。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全面限制加密資產嘅跨境違規流轉，甚至逐步壓縮本土加密交易嘅生存空間。而相反喺香港、東南亞、中東等區域，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會持續推成上包容規範化、規範嘅監管政策，甚至長草加密行業嘅產業轉移管呢種臨被分化，東西監管個東西居檔嘅監管好處。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去徹底加密行超化資料流通嘅原始熟悉，未來加密資產嘅跨境流動會被嚴格劃分區域。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不同區域嘅交易規則合規標準之下定價，會出現明顯差異。第三個，假設加密貨幣嘅必成屬性會引嚟出地重數。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禁止過去很多投資者看好加密資產核心邏輯係設去中心化不受主權管控，可以規避金融之地與貨幣通脹。但隨着各國監管全面入駐，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加密平台被納入地緣支持體系，大型平台的跨境資料流轉能力被大幅限制，加密資產嘅必成邏輯會逐步弱化。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取而代之的是可規劃金融資產的新定位，未來加密資產的價格波動市場走勢會更多綁定全球監管政策，傳統金融市場走勢。苦力引起單純依靠行業熱度與資金炒作，回到普通投資者最關心嘅實操問題。本次 FTX 被歐盟制裁，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組織，對我們普通人的交易操作到底有什麼影響？首先對於持有 HTX 平台資產，常年在該平台交易的亞洲用戶、國內用戶而言，除了引起監管機構係有打擊組織，幾乎沒有實質性影響平台提升充值交易流轉、資產安全均正常運轉。香港監管體系穩定，
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就有打擊走資。保護歐盟嘅單邊制裁凍結等極端風險，但從長期風控角度來看，那所有投資者都需要提高警惕。一方面，除了引起監管機構施招，現在有打擊走資，管監維度長期合規壓力不斷累積，後續不排除出現更多區域嘅業務受限，合規整體交易限住。另一方面，除咗引前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全球加密監管風暴已經全面嚟襲，後續行業必須機定性會持續增加。散戶投資者黐住中倉持倉，高頻投資需要適當降低倉位分散投資。除了引起監管嘅機構打擊誘導走資，規避單一平台、單一賽道嘅系統性風險。同時，我們也要看清行業嘅深層變革，並且先看試試單一平台嘅制裁危機。除了引起監管機構先有打擊走資，實在是整個加密行業規範化轉型嘅必經之路。然後因佢嘅野蠻生長到成熟合規，必然去經歷長監管出清風險時牌、規則重構嘅過程。除了引起監管機構之加密有打擊也不例外。過去依靠灰色交易回歸跨境流轉，規避監管偷利嘅時代已經結束。未來能夠長期存活、持續發展嘅平台，除了引起監管機構先至有打擊有㗎啦。自然喺區域監管風控體系完善嘅優質主體。而對於投資者而言，適配新嘅監管嘅主建立風控思維並伺後擊走升勝利，促嚟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才是未來在加密市場長期生存嘅核心關鍵。縱觀政戰率先促數制裁，到歐盟升級管控擴大制裁清單，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再到全球嘅監管體系逐步領導加密行業嘅地緣屬性、金融屬性，而正徹底超越其技術屬性。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成為長措施，呢係資源中治中有博弈金融一族嘅作用。除要不是偶然的監管真雷之結合，而是行業喺發展到特定階段嘅必然結果。除了引起監管機構，一直嘅組織全球金融監管體系補強勞動規範新興金融業態嘅必然舉措。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全球加密市場都會處於監管高壓格局重塑嘅過渡期。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市場磅嘅時候會更加注意升招貴嘅周期升招業態嘅地帶，會持續研發市場行情嘅波動、娛樂點嘅切換。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對於每一個幣圈參與者、行業觀察者來說，我們不能再用以往的老舊思維看待市場。必須緊跟監管區抖動低穩邏輯，強化風險認知。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才能在持續變革的行業浪潮中把握機遇、規避風。看完今天嘅深度拆解，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相信大家已經徹底開動咧，歐盟姿態完整邏輯深層影響喺未來趨勢嘅研究咧，全球加密監管嘅最新格局。大家對於這一次加密嘅行業重磅事件，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還有哪些不一樣嘅看法？而因為後續美國會不會更進制裁 H 今日歐續走勢迎來反轉，還是持續承壓？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觀點和預判。創了歷史記錄，現在有打擊走資，我們一起交流探討。喜歡本期深度解析內容的朋友，一定要點讚、收藏、轉發、分享給身邊嘅幣圈好友，讓更多人看懂行業底層邏輯，避開市場風險。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還沒有關注訂閱嗰點擊訂閱關注，我會記住跟蹤全球加密監管動態、行業重磅事件、市場行情趨勢。除了引起監管機構，現在有打擊走資第一時間為自家可信邏輯解讀最新機遇風險，每次都給大家帶來乾貨滿滿嘅深度內容。咱們下期再見。